泰国人的修理马达呢，马达轴心气包线换新了，用到内置夹出那个烧黑气包线，然后绕新的气包线，绕着扁平棒成方形，大概有绕10次哦，绕10次，10次一组啊，然后拉一点点，做了很多组，再放入凹槽，再塞竹片。要把它打紧呢，要把它打紧，用铁锤把它打进去，打紧。气包线呢要打平压平，要把它修平。能够看得到也是一个机缘呢。有的人故意要去找，还找不到了，但是太稳了，太稳了，你根本知道怎么搜寻吗？你之间有障碍隔阂，按下去不会动哎，宕机呀，不然就把那荧幕取图了，荧幕取图了那个用那个，你看有在绕了吧？绕线圈，做出那么多组，然后放进去。那个有绝缘纸，绕进去哦，绕进去，然后这有多少份啊？大概有40几份，大概有。你看，距离就是1、2、3、4，1到4，4到8， 8到12，好像有12片的哦，12份呢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 10份到12份，10组到12组了。你看，这样有这个凹槽大概有40个了。你看外面那个是磁铁，就是每一片磁铁里面4个凹槽嘛，大概有10片磁铁吧，再乘以40个凹槽。那你看，第1到第4个凹槽就塞进一个线圈，每一个线圈大概线圈组啊，也大概有绕，刚刚看到绕那个扁平木棒啊，绕10次的，还是9次啊，就这样，线没有断哦，就这样继续做，然后放进去以后，两组之间要塞那个竹片，竹片就是那个竹子那大型的哈，锯一小部分，然后再切出那么小块，然后塞进去，要用铁锤把它打紧。你看，然后再注意看，有剩下凹槽的就要再放进去线圈，最后要做修平、修理、调理，要做修理调理的工作，要把它打紧了，把它锤紧、打紧，整理好。你看，要把它整理好，要把它打紧，线圈要打紧、压实、压平啊，不要太松散了。
你看还要用这个来小修，要用这个小修把它整理好，整理顺了这。你看，这样做出来是很漂亮。这个如果是无刷电机、无刷马达，这个部分叫做转子啊，这个叫定值，这个部分叫定值。然后有磁铁一轴心的那个叫转子，那有这个定值加上转子，形成那个马达电机。那通电以后，它们有磁场，磁生电，电生磁，这样磁场相同磁极的会排斥，相反的磁极的会相吸引，同性相斥，异性相吸，然后就产生那个轴心会转动，电量越大，电压越大的话，12伏特，这个是做24伏特的，这里有写24V，电压够大，电流够大，然后你看那个线圈也是用了很多很长，你看，然后转动扭力才会够大，那个打草力道才会够大，打那个老草啊，很长的老草才有办法。